唉，等我睇下電視先。Hello Michael， 我係嚟自2045年嘅人工智能啊！哈哈哈，呢個咩廣告嚟㗎？ Michael， 我唔係廣告啊，我係嚟自未來嘅人工智能。2045年嘅 Michael， 即係將來嘅你自己，有嘢想我轉告你啊！吓？係啊，係你啊 Michael， 信號可能隨時會中斷，我長話短說啦。因為你一直冇做好退休嘅規劃，2045年嘅你因為高通脹，儲蓄就快用完，而家好惆悵。你為咗賺取額外嘅生活費，所以參加咗呢個新科技實驗，目的係希望你能夠盡早規劃退休嘅理財。我知你好難相信，但你唔使咁驚㗎。你聽完我講先啦，之後你再決定做唔做。只要你按住以下嘅退休理財4部曲去做，就可以使到將來嘅資產對抗通脹，退休嘅生活亦都可以舒適啲。第一步，評估現時資產，計算退休後每月生活費，即係將總資產減去總負債，就會得出你現時嘅淨資產啦。然後將支出加上通脹預期，就會得出退休後嘅預期每月生活費。等我抄低先。第二步，進行冇壓力嘅投資，慎重選擇投資產品。你要了解清楚投資工具嘅利弊同埋風險，例如股票嘅風險會比債券高。做好咗風險管理，當遇上資產打折扣嘅時候，仍然能夠維持退休生活。咦，係喎。仲未講完㗎。另外，你可以考慮退休人士嘅投資計劃，例如手上有住宅物業嘅你，可以申請安老按揭計劃。除此之外，你仲可以考慮投資香港年金，使到退休之後每月仍然有收入。咁又幾好喎。第三步，嚴格執行理財計劃，分別係貫徹執行、檢討每月收入同埋支出，仲要根據實際嘅情況去做調整。而最後一步就係盡早準備、執行同埋保持耐性，咁你就可以有一個輕鬆又舒適嘅退休生活啦。咪住啊，我都未問完。由於技術問題，我唔可以再留低啦。我幫你揾咗一間非盈利嘅機構，電話喺呢度，佢哋可以講解你知，快啲打電話俾佢哋啦。記得盡早準備啊！